生肖兔2026年係破太歲年啊！破太歲係指事情容易受到破壞啦、終止、完結嘅。譬如如果你嘅感情受到破壞咧，男女朋友關係係會結束而分手嘅。如果你嘅工作受到破壞，你嘅合約咧會被終止啦，面臨裁員同埋失業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平時亦都會經常臨門一腳撻 Q 嘅。屬兔流年係陰木生陰火啦，咁所以平時用嚟化太歲嘅黑銀鈦啦、金運石、黑色嘅水晶，對你嚟講咧就未必啱用啦。建議換翻超七啦、琥珀、班彩去化解破太歲嘅壞影響。加上26年係你嘅大財運年啦，而且吉星會比較多，再接住2027年嘅三合年咧。所以只要化解咗個太歲運咧，運勢就會由破壞變成破解同突破啦。令到原本合約俾人終止、面臨裁員嘅事件，變成升職跳槽；男女關係完結咗，分手亦都變成結婚。所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。